今仔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高雄办公大楼是传出在做变电工程，所以像小拍电导火，造成6个工人受伤。发生事故的楼层是海霸王集团正在改建的新饭店，业者表示会来理清事故的原因，要求包商爱改进。因为高雄市府嘛派人去稽查，发现到工人拢无防护用品，所以已经下令停工，而且依法对包商甲所有权人来开罚。救护车赶到现场，协助受伤的人就医。高雄办公大楼20发生工案事故，有电力工班早起到71楼做变电工程的时，亲像电线漏电，造成6名工人受伤，好在无生命的危险。救护车有送4位同仁啊，都是清醒的，都是清醒的。然后大概就是轻微的灼伤，然后还有吸入性的呛伤，都是清醒。然后另外有2位同仁，他们是自己自行就医。其他楼层工人伫1楼豪华等待事故排除，消防人员入去现场了后，发现有超微大的混液，不过已经无导火状况。根据了解，事故楼层属于海霸王集团刘备中的新饭店，去年起进行古内装拆除作业，早起工人准备断电时间，不过拄断电就出现熊熊烧起来。后续的这些照顾，这个我们会去顾到。我们也请了公司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就会有漏电的这个情况产生。然后我们要重新制定新的工作 SOP， 以后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海霸王表示会理清事故的原因，要求包商改进。市府派人稽查了后，发现相关欠点，干部局会依建筑法对厝的所有权人处6万罚款，劳工局也依这项法处罚包商。劳检处初步调查，研判系雇主为使劳工代用绝缘用防护具或使用活线作业用器具而造灾，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元的罚款，并移起地检署追究雇主责任。除了批度市府也下令包商停工，对此海霸王回应：饭店无有设开业期程，一切依现场进度，等拆除完成才进场装修，会配合市府停工，后手才做调整。央视新闻采访报道。